後來繼續是台中的南屯文心森林公園的邊啊，有一間要拆掉的餐廳。昨下晡2點，這個看板甲外牆倒去，甲現場5台機車地害。啊邊啊就是幼稚園，加在當時唔是放學的時間，並無學生甲家長經過。啊講這個工地根本都還未摕到拆除的執照，依法要來罰款，而且來停工。車一個經過了後，邊啊餐廳的招牌就咧倒落來，邊啊外牆的塗膠啊，卡到停佇路邊的機車，現場砰砰響。我的比較慘吧。規大片的招牌甲外牆落來，連邊啊鐵片的威力嘛擋袂牢，卡甲害了了。今險的畫面發生伫台中南屯文心森林公園邊啊，這棟建築物本來是餐廳，佇進行拆除作業。昨下晡2點外發生招牌落落來意外，險險啊去卡到人。因為他之前施工的時候，他沒有做防水，然後我們這邊整個都塵滿，然後我們有打1999去檢舉他。施工地點邊啊，就是幼稚園。老師講，進前工地施工無做好防護的作業，就開始伫拆。頭腦攏飛去到幼稚園內底，當時有卡1999去檢舉，後來又停工一陣啊。最近又閣開始施工，因為由於無做防護措施，加在當時毋是下課時間，無學生甲家長經過。也沒有用護網，什麼都沒有。對啊，你看它那個鐵皮，連1層樓高都不到。那是剛好沒有路人走過去，剛好我們也沒有放學，不然很多家長都從那邊走過來。當然，因為我們同事都在外面管制消防。管不是你們完全沒有做防護措施啊！經過都發局的調查，發現工地也未領到拆除執照，擅自施工已經違法，加上無落實施工安全的防護措施，依法強制停工，並且合併罰38000塊的罰金。這個事故地歹5台烏多擺，受害車主目前也未提出告訴，會甲施工的營造公司協調，民事賠償的問題。